图书馆员工当伫咧家境脚步，整理册本排名，期待将上完美的状态呈现给市民大众。加紧赶工整理嘛，哈。没有，就是在最后的巡视下，看要以最完美的这个呈现出来。台南市中西区图书馆经过3个多月的整备，为原本伫中正路5巷刷到隔壁市政古迹台南遗址史料馆。虽然建筑经过整理，但同时也保留了古迹内的特色，亲像是画面上的窗仔、木造的厝尾顶、仿古的台灯，每一项拢非常具有时代感。市长王伟特17日特别来开箱中西区图书馆，要将这座成功将古迹活化再利用的图书馆率先介绍给市民朋友。在这个图书馆，感觉起来除了有许多丰富的藏书之外，还有丰厚的文化气息。不管是保留原来议员开会的时候的座位，或者是保留原来的议长室，改变成为一个阅览室，或者是在2楼的地方特别有儿童阅览区。中西区图书馆服务的，我相信一定是除了中西区的民众之外，将来一定会成为台南的一个非常具有文化气息的热门地点。那很高兴把我们的古迹变成赋予新的生命，而且让它服务大多数的一般的市民朋友，让市民朋友能够来这边。过去不仅是民主的圣地也是议会开会的地方，也是我们阅览书籍这个探索知识的地方。我们很高兴来这边把台南州议会来蜕变成中西区图书馆，呈现给市民朋友。午后的日头透过窗仔照入来，互来遮看册民众，敢若身处伫咧文艺电影场景当中，加上馆内丰富装饰以及具有时代感的特色建筑，相信这一定会成为真侪民众上爱的图书馆之一。中西区图书馆也将伫咧18日正式甲市民大众见面。市府文化局甲中西区公所欢迎大家踊跃来遮看册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